来关心飴风海轮前卡接走，即马后卡搁来一个热带风暴明尼顿，一天内就变做5级的飴风，伫这2日就登陆美国佛州的西岸。即马当地政府已经当地准备2017年以来上大规模的疏开计划。七六下晡，阁是热带风暴米尔顿，伫24点钟内，增强做最高等级的5级飴风，接落来会对墨西哥北部、尤加敦半岛附近的海域转向东北，直接弄入去美国佛州的西部。虽然讲初到登陆的时阵强度会减弱，但是同款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暴风、大水河和风暴潮。佛州的西海岸真侪群拢入来到紧急状态，而且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和公路是有够塌。 Just offshore the Florida Peninsula, 1 p.m. Wednesday, with max winds of 145 miles per hour. If you're in this red area, you need to be in action mode. You need to be taking action to protect your house, to protect your family. Somewhere in this purple area, we are predicting 10 to 15 feet of storm surge. I'm 6 feet tall. That's more than 2 of me high. 当地居民搁在拼顶一个飴风海轮造成的严重灾情，即马搁无用得底沙包避战米尔顿。 We got hit with the last storm. We got flooded. So it's all about prepping this time. 在佛州南部圣彼得的纯品康纳球场，其实行军的民众是菜甲满，比作紧急救援和工作人员暂时住伫遮的大本营。潭泡湾动物园嘛，甲动物徙去安全的所在，互因平安度过飴风的考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的飴风猎人，就是互叫做是知晓者的 P3侦测机，特别是飞去米尔顿飴风的内部，收集数据来帮助了解海上的风暴。 救灾要抢时间，但是川普的电影却大量在散布谣言，想要伫个国内面独立。我白讲救灾经费互提给安置非法的移民，联邦官员故作援助共和党的灾民，还有阴谋论讲联邦官员是利用天气的技术，甲风暴是引起共和党执政的区域等等，别讲是严重背称，而且讲这种讲白才是真危险的。另外，川普家己伫佛州嘛有真侪产业，伊创立的社群平台真相社群，佛州的母公司办公室就伫飴风危险的路径顶悬。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